南山就介紹咗幾間食牛食鰻魚，今日就嚟到福田介紹呢間牛女燒，入去啊！呢度有幾樣嘢必點嘅，極級牛小排、牛脷同埋牛大腸。先燒呢個極級牛小排，咬落去係非常 juicy， 但係又唔會好油膩。再嚟就係原條牛舌，即係牛脷啦。其實牛脷每個部位嘅 texture 都唔同嘅，中間部位呢，好爽口同埋有牛味。每次食完牛，我都會食嚿泡菜。呢個就係牛舌尖，理論上就再韌少少，即係一條牛脷就3個口夾，同埋韌就爽口嘅。飲個清酒蜆湯，啷啷口，繼續食。食燒肉，食翻個蜆湯都好舒服。好大腸，咁啊有啲拗口，中意飲酒嘅就啱。又飲個海苔湯，清清腸胃。最後食埋呢個牛肉炒飯，好滿足嘅一餐啊！食飽飽啦，而家等架車翻香港。咁我哋平均每一個人就食到150蚊左右，性價比都好高。希望大家中意介紹，拜拜。希望大家中意我介紹，最後俾埋大家睇下張單幾錢。